真係震碎三觀啊！仲有人舉報呢一個咁冇人情味嘅事都有人做得出嚟嘅？高考子女加20分俾人舉報咗啊，話破壞咗高考嘅公平啊！我都覺得唔公平啊，仲加咩分啊？夠分專科直接保送本科，夠分本科直接保送重點，而且啊，應該將嗰啲舉報者嘅子女直接減20分，咁樣就公平啦。加20分又點啫？叫得烈士，第一就係意味住已經犧牲咗，人冇咗啊。第二係為正義事業、為社會公共利益犧牲嘅人啊。呢啲舉報嘅人都係既得嘅利益者嚟噶，你有份噶，你淨係及住嗰20分。呢啲烈士每個人背後都係一個家庭，佢哋永遠失去咗自己嘅家人啊。20分可以補償到細路仔失去10幾20年嘅陪伴咩？你連最基本嘅感恩之心都冇，你配享受英雄用生命換嚟嘅安定咩？呢20分係佔便宜咩？呢個便宜俾你要唔要啊？你仲要咁殘忍去剝奪佢哋最後嘅慰藉？如果連對烈士子女嘅關懷都要質疑，你呢個人嘅價值觀究竟有幾扭曲啊？對英雄後代都充滿敵意，邊個仲願意為國家挺身而出啊？邊個仲願意為他人犧牲啊？高考確實係競爭激烈，應該要公平。真正嘅唔公平係嗰種隱性嘅特權、暗箱嘅操作，比如某個演員啊、嗰個某西，嗰啲先叫破壞高考公平啊！舉報者你應該去挑戰真正嘅權勢，將你嘅矛頭對住嗰啲烈士子女，一個失去至親、無依無靠嘅細路仔，你欺負緊邊個啊？冇良家人咩？你咁都忍得心落嘅？喺你哋舉報之後，嗰啲烈士子女話20分我唔要啦，你可唔可以將個老豆還翻俾我啊？聽到呢句說話，你面唔面紅啊？你想唔想揾個窿捐啊？當其他細路仔嘅父母喺考場前面又着旗袍又拎住啲花，屋企整好晒啲嘢食，等細路仔出考場第一時間就俾個擁抱佢。烈士嘅細路仔高考結束第一時間可以做乜啊？掃墓啊，同冰冷嘅墓碑喺埋一齊，講下自己呢幾年冇咗老豆，流咗幾多眼淚，單親家庭撐起呢頭家有幾咁唔容易啊！當我哋嘅細路仔喺度努力咁爭取命運嘅改變嗰陣時，呢啲細路仔永遠失去咗為佢哋鼓掌嘅父母啊！呢20分嘅重量遠非數字可以衡量㗎，佢承載住嘅係我哋呢啲人可以表達一份自己對奉獻者嘅銘記，對犧牲者嘅承諾。制度嘅優化係可以理性咁樣去討論嘅，但係對烈士嘅敬重應該係我哋共同情感嘅底色啊！所以我覺得確實唔公平啊！最公平應該係對烈士子女直接保送，畢業之後直接推薦安排工作。認同嘅點讚。